真侪人拢真关心讲，台湾的疫情到底要到什么时阵才会当控制呢？前副总统陈建仁点出着2大指标：第一，这个本土病例要降到一天100例以下；第二，伫8月底之前，注疫苗的民众要有1000万人。台大公卫教授陈秀熙讲，上届计嘛要到7月中旬，才有可能会达到前副总统所讲的单日的确诊数伫个100例以下。因为即摆伫个社区内底也是有真侪超级的传播者爬走，而且嘛毋知影讲，这个台湾疫苗的配送是毋是会当顺利，袂去耽误着。5日这要到，若上5日这时，咱乡亲世界拍走，这个病毒恐惊个世界乌白话。前副总统陈建仁讲，5日这进程要压制疫情真困难。疫情要得到控制，要看2点：第一是本土一天新增确病例要降到100以下；8月底进前有1000万人顺利去做预防射，时交照度小可放松心情。不过，台大公卫教授更烦恼讲，短期内台湾要达到这个目标，恐惊真困难。2个礼拜之内是很困难，会降到100以下，超级传播者，那很可能就会有疫情的这样的一个爆发，有机会可能也是要到7月的中旬才有可能，这是最保守的估计。教授讲，这项条件佫包括台湾疫苗配送的进度要顺利。以目前的进度来看，1个月内要互1/3的台湾人做到预防射，无啥可能。疫苗要达到30% 的速率，在7月中旬之前，似乎是不太可能。所以我们比较现实来面对，就是必须还是要加强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警戒措施。伫国较侪疫苗到台湾进前，陈秀熙讲有可能3级的警戒会阁再延，咱乡亲绝对袂使放松，才有可能实现前副总统讲到的疫情控制指标，将一天新确诊的病例数降到2位数。